自从2024年6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受托着中失。咱做伙来听读圣经，希伯来书第3章第19、第6节。所以，恁当受上帝选召圣的兄弟姊妹，恁着想咱所选任迄位做使者、做大祭司的耶稣，伊对指派伊的上帝尽忠，拄甲摩西伫上帝家尽忠共款。起厝的人比伊起的厝较尊贵，安尼耶稣比摩西应该着受搁较大的荣光。所有的厝拢是人起的，毋过起造万物的是上帝。摩西做仆人，对上帝的全家尽忠，为着上帝后来所要讲的话作证。毋过，基督做囝治理上帝的家，对所仰望的，咱若用确信甲勇气来持守，咱就是上帝家内的人。受托着忠实，回想过去伫军中的生活，真强调忠心服从。当长官下达一个指令，班兵才会当做一个动作，以达到军队行动的一致性。更深刻的是伫新兵训练中心的时，当直升班长宣布入餐厅，所有班兵必须一若行一若大声发亲爱精诚。为了这个指令的要求，所有人员练习将近10分钟，直到口号和骹步同一致，才会当响应午餐。军人的忠心服从来自平日的操练，才会当面对战时的挑战和降低危险。相反，信徒也需要每日不断操练敬虔和顺服，忠心面对上帝所交托的任务，将来伫主面前才会当受夸奖和赞赏是好佮可靠的仆人。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耶稣做例，挑战咱这个信仰群体是毋是真做上帝忠心的仆人。作者指出，耶稣真做使者和大祭司，忠于上帝的呼召，拄亲像摩西忠心为上帝之家工作共款。当当年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民离开埃及，进入应允之地，却三番两次面对人民的抱怨、埋怨和争闹。耶稣都真做人降世，却为世间人的罪行行上十字架的苦路。耶稣甲摩西拢回应上帝呼召，伫入境年忠于上帝所委派的使命。希伯来书作者指出，耶稣用上帝的囝的身份，忠心治理上帝的家。作者伫3章6节提出一个挑战，假使咱坚持所仰望的信念和勇气，咱就是上帝一家的人。面对生命的挑战，咱愿意坚持无？对伫上帝的国度，咱有心存仰望无？主讲举十字架来军队伊，咱有勇气承担无？伫这个社会中，每一个职分的所示是对个人的所为展现出来。一个人若对伫伊的职分无实际的作为，安尼的职分也要变成做是所毋是啊。各行各业若是无忠于伊职分的所示，那安尼规个社会就会失去功能，无法度运转，效果不堪设想。相反，每一间教会拢是对信徒职事订立
传道者所共同组成的。每一个人的职分也拢无共。伫教会即个信仰群体的职分中，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基督徒，也就是相信上帝、跟对基督，佮愿意行伫天路的人。基督徒伫生活中，除了领受上帝恩典祝福，也会将一切荣耀拢归乎主上帝。伫社会价值观快速变化的世代，基督徒安怎才会当忠于上帝交托互咱的职分呢？就是伫生活中，互人看见咱的所为，来见证咱的所事，也就是忠于上帝囝儿的名分，坚持所仰望的信念和勇气，成做上帝一家的人。希伯来书教导要咧挑战你我的信仰。默想，耶稣和摩西忠于上帝选调的信仰典范，安怎帮助我坚持所仰望的信念和勇气？耶稣和摩西忠于上帝选调的信仰典范，安怎帮助我坚持所仰望的信念和勇气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扶持我，互我刚强，会当坚持所仰望的信念和勇气，互我一生拢忠于上帝的选调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